乡亲啊，这是道教界的大代志，要来举办法师的认证，啊，讲要爬108站的倒梯。 工作人员分工来做108站的倒梯，为拜六开始举办上顶倒梯法师母考认证会，还有造极寿六教会，是道教文化的重要传承。武考的部分27位，然后还有文咒，文咒就是他没有参与登倒梯，可是他一样会有一个生平，他就是类似我们政府官员的文官，总共有33位这样子。今年活动是头一届到丰原区举办，其中的顶倒梯是12站顶帮、72站倒。 还有24站的减数组成，拢总108克，管28公尺。那一般民众的话，对他来说，上登倒梯是一个很好的消灾解厄的方式，可以消除身中带的一些官煞。这个活动是培养特别青的法师的人才。顶倒梯不是外界所讲的民俗表演，是正考验参与者。邀请大家做回来见证这个特殊的道教文化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